有時最傷你心嘅把刀，偏偏係屋企人遞過來嘅。你以為佢遞俾你嘅係蘋果，滿心歡喜接咗，點知俾扎到一鑊血。仲更離譜嘅係，過咗好耐你先發現，遞到個人可能比你仲痛。歡迎來到講天講地講半生。家本應係遮風擋雨嘅安樂窩，但對好多人來講，佢都可能變成一個傷痕累累嘅戰場。今日故事嘅主角係一位57歲嘅阿媽，佢被自己最錫嘅仔同曾經親如女嘅新抱，用一把新鎖隔咗喺屋門外。呢件事嘅背後，冇爭家產嘅狗血劇情，卻有住比啲更令人窒息嘅誤會同更沉重嘅愛。佢嘅經歷，相信可以俾同樣身處在家庭關係漩渦入面嘅朋友帶來一份深刻嘅反思。以下係吳秀麗女士嘅自述：我叫吳秀麗，今年57歲。喺我嘅世界入面，家就係天。自從老公走得早，我一個人湊仔家豪大，睇住佢結婚生仔，我以為我呢世嘅任務就算完成咗，剩低嘅日子就係安安穩穩睇住佢哋幸福。點知我萬萬估唔到，我親手搭建嘅呢片天，最後會冇任何預兆咁塌落嚟，砸得我粉身碎骨。而呢一切嘅開始，只係一煲我燉咗3個鐘嘅雞湯。日係周五，我記得好清楚。朝早我去咗敦街市，特地揀咗一隻靚嘅本地雞，就因為家豪前幾日隨口講咗一句，好耐冇飲過阿媽你燉嘅雞湯。就呢一句說話，我記喺心入面，開心咗好幾日。對我呢種阿媽來講，被仔需要就係最大嘅價值。我仔仔細細將雞處理乾淨，放咗專門去中藥鋪配嘅溫補藥材，用最細嘅火喺瓦煲入面慢慢燉。由中午到傍黑，股熟悉溫暖嘅香氣，一點點似我滿日嘅愛禁，填滿咗屋企嘅每一個角落。我仿佛已經見到仔落班返嚟，飲第一啖湯時滿足嘅樣，淨係諗下，我心入面就比飲咗蜜仲甜。我將飯菜都準備好，眼白白盯住牆上嘅掛鐘，6點、7點、8點，飯菜熱咗一次又一次，香氣由濃郁變到寡淡，我嘅心都一點點凍落去。新抱美君早就落班返嚟咗，一入門口就轉咗入房，冇同我講幾句話。我只當佢返工攰咗，都冇多諗。直到快10點，家豪先拖住一身疲憊返嚟，我趕緊迎上去，接咗佢嘅公文包，心痛咁講：點解咁遲？快啲，阿媽俾你燉咗雞湯，暖下胃。家豪塊面冇咩表情，淨係咗一聲，行到飯台前坐下。美君都從房出嚟，塊面黑沉沉，眼神似結冰咗咁。我盛咗一碗熱辣辣嘅雞湯，小心翼翼端到佢面前，笑住講：快啲飲啦，我燉咗成日㗎。家豪拿起湯匙，仲未送到嘴邊，一直沉默嘅美君突然開口，佢把聲唔大，卻似一根冰錐，直直射入我隻耳仔。阿媽，以後唔好燉呢啲油膩嘅嘢啦，家豪最近腸胃唔好。我隻手僵喺半空，笑容瞬間凝固。成個餐廳靜得嚇死人，淨係剩低瓦煲入面咕嘟咕嘟嘅細聲，似喺笑我多此一舉。我睇住美君，佢嘅眼神凍得似陌生人，完全冇以前一口一個阿媽挽住我隻手撒嬌嘅親熱。我又睇向家豪，希望佢可以講句公道說話，哪怕一句美君唔好咁講，阿媽都係好心。但佢淨係低住頭，默默將湯匙放返碗入面，一聲都唔出。一刻，我覺得自己似個小丑，滿腔熱情被一盆冰水從頭淋到落腳，連一絲熱氣都冇，徹底熄咗。我唔知煲雞湯仔最後飲冇飲，我只記得自己默默返到廚房，將精心準備嘅飯菜一樣樣倒落垃圾桶。股濃郁嘅香氣，一刻聞起身淨係剩低苦澀。我知道呢個家由晚開始有啲嘢徹底變味咗。我以為只係夫妻嗌交，我呢個做阿媽的忍一忍，讓一樣總會過去。但我錯咗，唔係變味，係腐爛嘅開始。由雞湯事件之後，我明顯感覺到屋企嘅溫度一日日下降。美君唔再主動同我講話，就算我問佢，佢都淨係用好，唔知敷衍，多一個字都嫌浪費。佢睇我嘅眼神由親近變到審視，甚至係嫌惡。
我心入面好納悶，我到底做錯咗咩？邊度得罪咗佢？我諗唔通，只能歸咎於佢返工唔順，後生仔壓力大，自己默默將家務做得更周到，想用勤勞同忍讓換返以前嘅溫暖。但事情並冇向我期望嘅方向發展。家豪嘅變化讓我心入面嘅不安似藤蔓咁瘋狂蔓延。佢開始頻繁換手機密碼，以前佢部手機我偶爾仲可以玩下消消樂，而家卻變成我碰都唔可以碰嘅鐵盒。佢接電話都變多咗，每次電話一響就似被踩咗條尾嘅貓，拎住手機衝到露台或者廁所，關上門壓低把聲鬼鬼祟祟。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等佢掛咗電話，裝作唔經意問家豪：最近公司好忙咩？睇你電話咁多。佢明顯一驚，眼神躲閃，不耐煩咁揮手。哎呀，阿媽你唔好管，都係公事。係我第一次喺家豪塊面見到呢種不耐煩，以前佢從來唔會咁同我講話。我嘅心似被針結咁，密密麻麻咁痛。晚佢又係好遲返嚟，我俾佢留咗門，坐喺客廳等佢。佢一入門口見到我，嚇咗一跳，問我點解仲未睡。我睇住佢疲憊嘅塊面，忍不住講：家豪，同阿媽講真話，你同美君是不是嗌交咗？我睇你哋最近……佢冇等我講完就打斷：冇，我哋好得好。阿媽你唔好胡思亂想，早啲睡。講完匆匆入咗房。我睇住佢嘅背影，心入面空落落。佢明明有心事，卻唔肯同我講。我哋母子之間都隔咗一堵睇唔見嘅牆。過咗幾日，呢堵牆被鑿開一個細洞，流出來嘅卻唔係溫暖，而係更深嘅寒意。家豪喺我面前唉聲嘆氣，話最好嘅同事要結婚，要包大紅包，但最近手頭緊，唔好意思同美君開口。佢講得可憐巴巴，滿眼懇求。我一聽，呢有咩難？仔手頭緊，我呢個做阿媽的當然要幫。我冇多諗，從床頭櫃細鐵盒入面拎咗3000蚊俾佢，係我嘅私己錢，平時買餸慳返嚟嘅，儲咗好耐。家豪拎到錢，即刻露出笑容，連聲講多謝阿媽，仲係阿媽對我最好。睇住佢開心，我心入面因為佢哋冷戰嘅陰霾都散咗啲。我覺得可以幫到仔，讓佢開心，比咩都重要。我天真以為呢只係小插曲，卻唔知呢3000蚊似投入湖面嘅石子，微不足道，卻激起層層漣漪，最終掀起滔天巨浪。係我第一次用養老錢為呢個家嘅裂痕做無效修補。自從俾咗家豪3000蚊人情之後，佢似乎找到咗突破口。我知道唔對勁，一個30幾歲嘅男人有家有業，點會為3000蚊為難？但心入面嘅疑慮好快被佢接下來嘅說話沖散。佢又趁美君唔喺，鬼鬼祟祟湊到我面前，帶住討好嘅笑。阿媽，過幾日美君生日，我想俾個驚喜佢。我一聽隻眼都亮咗。佢哋關係緊張，我正愁緊，家豪可以主動是好再好不過。我趕緊問咩驚喜？我睇中一款名牌包，美君念咗好耐，一直唔捨得買。我想偷偷買俾佢，佢肯定開心。家豪講得眉飛色舞，仿佛已經見到美君驚喜嘅樣，但係個包要5萬幾，呢個月人工未出，公司業績唔好，獎金又少，我實在……佢低住頭，把聲變細，似做錯事嘅細路。5萬蚊呢個數字讓我心入面一沉，對我來講唔係小數目。我一個退休老人，每個月靠老公撫恤金同自己後生時儲嘅養老金生活，總共都係30幾萬積蓄，係我嘅養老錢、救命錢。我猶豫咗，睇住家豪期盼嘅眼神，同細個陣趴喺玩具鋪櫥窗睇小汽車嘅眼神一模一樣。我嘅心一下子軟咗。我呢世幾時拒絕過佢呢種眼神？我對自己講，唔秀麗，你慳吃慳用一世，唔係為咗仔好咩？佢想討好新抱，緩和關係，係天大嘅好事。錢冇咗可以再慳，家庭和睦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嘅。呢個念頭一佔上風，就再也壓唔住。我咬咬牙，對家豪講：好，呢筆錢阿媽俾你。
但你一定要同美軍好好過日子，唔好再嗌交。家豪一聽，激動得差點跳起身，攬住我隻手搖：阿媽，你真係好阿媽，我保證以後一定好好對美軍，好好孝順你。第二日，我取住存摺，心七上八下去咗銀行。櫃台小姐問我攞咁多錢做咩？要不要理財？我搖搖頭，話屋企急用。當我將5沓厚厚的鈔票點清放落布袋時，隻手都喺抖。呢筆錢係我一個包仔擘成2半吃，一件衫着10年慳返嚟嘅，而家要變成一個我連名冚都叫唔出嘅名牌包。我安慰自己，值得，為咗仔一家幸福，一切都值得。我將錢交給家豪時，千叮萬囑，讓佢將禮物送到美軍心坎裏。佢拍住心口應承。接下來幾日，我暗中觀察，期待屋企出現轉機，但咩都冇。美軍生日日，我冇見到名牌包，連塊細蛋糕都冇。家豪只買咗1束玫瑰，美軍接咗，面無表情，隨手插咗入花瓶。一餐晚飯比平時更沉默，我嘅心沉到谷底。5萬蚊似石子扔入深海，連響聲都冇聽到。我唔敢問家豪，怕揭開佢嘅尷尬，更怕聽到唔想聽到嘅答案，只能將巨大嘅疑問同失望死死壓喺心入面。直到過咗幾日，呢個疑問以我最唔願意見到嘅方式揭曉。晚深夜，我被主卧激烈嘅嗌交聲驚醒，係美軍嘅聲，尖銳憤怒，似利刃劃破深夜嘅寂靜。陳家豪，同我講真話，我哋戶口入面筆錢到底去咗邊？我大氣都唔敢出，悄悄行到房門口，隻耳仔貼喺冰冷嘅門板上，只聽到家豪支支吾吾咩錢？我唔知。你仲裝？美軍把聲更大，帶住喊腔。我查過啦，上個禮拜我哋聯名戶口少咗整整5萬蚊。你唔好同我講被鬼偷咗，你是不是又拿去？後面嘅說話被壓抑嘅喊聲代替。我嘅個頭嗡一聲，似被重錘砸中。5萬蚊就係我俾家豪嘅5萬，佢根本冇買包，而係從夫妻共同戶口又攞咗5萬。佢到底要咁多錢做咩？你唔好亂講。家豪把聲都大咗，滿是心虛嘅惱怒。我拿去投資咗，好快回本，仲可以大賺。投資？你投咩資要偷偷摸摸？陳家豪，我嫁你咁多年，你咩人我唔知。老實講，你是不是又同唔三唔四嘅人混喺一起？你管我？呢係我嘅錢，我使自己嘅錢，你管得着咩？你嘅錢入面都有我辛苦賺嘅錢。我哋講好儲錢換樓，俾細路。美軍嘅說話再次被喊聲打斷，我再也聽唔落去，全身凍冰冰，手腳冰冷咁退返房。門板隔住咗嗌交聲，卻隔唔住我內心嘅驚濤駭浪。一個可怕嘅念頭像毒蛇鑽進腦海。我嘅仔到底喺外面做緊咩？佢呃咗我，仲偷攞屋企嘅錢。呢個家唔係變味，係真係要爛咗。而我攞出5萬蚊嘅我，非但冇彌補裂痕，反而成咗遞炸藥嘅人。我躺喺床上，眼定定到天光，悔恨同恐懼似潮水，差啲將我淹沒。似深夜嗌交之後，我同美軍之間最後一點表面和平都維持唔住咗。佢大概從家豪度知道5萬蚊係我俾嘅。由以後佢睇我嘅眼神就似睇引狼入室嘅共犯。屋企嘅氣氛壓抑得令人窒息。終於喺一個下晝，家豪返工，屋企只有我同佢。佢從房出嚟，端住水杯，徑直行到我面前。我正喺客廳摘菜，仲喺諗今晚煮咩？阿 Man，佢開口，把聲凍得冇溫度。我抬起頭，心入面發慌。唉，美軍，咩事？佢冇坐下，居高臨下睇住我，一字一句：你自己嘅養老錢自己睇好，係你嘅保命錢，邊個都唔好俾。佢嘅說話似鈍刀，一下下割我嘅心。說話冇錯，但從佢嘴入面講出每個字都似指責我愚蠢，拎愛仔夾膊爪往外拐。我手裏嘅青菜被裂變形，
菜汁沾喺手上，黏膩得似我此刻嘅心情。塊面一陣紅一陣白，自尊心受咗極大傷害。我想反駁，想說我係為你哋好，為家好，可說話到嘴邊，一個字都講唔出，因為我知道我好心做咗壞事。我低住頭，唔敢睇佢，細聲辯解。我知道咗，我只係想幫家豪，幫佢。美軍冷笑，滿是不屑同失望。你唔叫幫佢，你係害佢，都係害我哋呢個家。講完，佢唔再睇我，轉身返房，砰一聲關上房門。是門關上咗我哋婆媳最後一點情分。我坐喺細凳上，睇住滿地菜葉，眼淚一滴一滴落下。我委屈極咗，我掏心掏肺對佢哋，到頭來卻成咗屋企嘅罪人。新抱怨我，仔呃我，呢個家仲有咩值得我留戀？由日起，一個念頭喺我心入面悄悄發芽，也許我該走咗。呢個念頭喺我親眼見到兩個人之後，變得無比清晰堅定。係傍黑，我去樓下垃圾桶倒垃圾。我哋住舊唐樓，樓梯間光線昏暗。我剛行到2樓轉角，見到兩個男人蹲喺度食煙。佢哋唔係呢棟樓嘅，我住咗好幾年，街坊都識。兩個人睇起身唔好嘢，一個光頭，頸有紋身，另一個瘦高，眼神似鷹咁銳利。佢哋見到我落嚟，即刻企起身，目光不善咁上下打量我。我心入面一緊，下意識揸緊垃圾袋，加快腳步。就喺擦身而過嘅時候，我聽到光頭含糊咁問：喂，阿婆，5樓是不是住一個叫陳家豪嘅？我嘅心跳瞬間漏咗一拍。佢哋係來找家豪嘅。我唔敢停，唔敢答，幾乎跑住落樓，將垃圾掉咗，慌張往回走。再次經過2樓轉角，兩個人冇咗，但我清楚聽到樓上傳嚟踢門聲，仲有光頭粗暴嘅鬧聲。陳家豪，欠債還錢，俾老子滾出嚟！我嚇得魂飛魄散，連滾帶爬跑上5樓，用鑰匙開門，即刻反鎖，全身冇力咁靠喺門上，心臟狂跳，幾乎要跳出喉嚨。美軍聽到動靜出嚟，睇我塊面慘白，緊張咁問：阿媽，你點樣？我哆哆嗦嗦指住門外，說話都講唔全外面有人找家豪。喺踢門。美軍塊面擦一聲比我仲白，係冇晒血色嘅絕望慘白。佢冇多問，即刻衝到門邊，從貓眼往外睇。樓梯間嘅鬧聲仲喺繼續，夾雜住不堪入耳嘅粗口。美軍身體微微發抖，卻咩都冇講。返到客廳拎起電話，似乎想報警，猶豫幾秒又放低。佢呆呆企住，直到外面聲音漸漸平息消失。好耐之後，佢慢慢行過來，扶我坐到梳化，俾我倒咗杯熱水。我捧住水杯，隻手仲喺抖。阿媽，你唔使怕佢開口，把聲都喺抖，可能找錯人咗。佢明明知道唔係，佢慘白嘅塊面，驚恐嘅眼神都話俾我知，佢心入面清清楚楚，但佢唔肯話俾我知真相，仲喺瞞我。我睇住佢，第一次覺得呢個我曾經以為單純善良嘅新抱，原來有咁多我睇唔透嘅心事。而我嘅仔到底喺外面惹咗多大禍，先會招來咁樣嘅人上門？呢個家已經唔係暗流洶湧，而係被巨大黑洞一點點吞噬。恐懼似大網，牢牢罩住我，連呼吸都困難。我必須走，必須喺被黑洞徹底吞噬前逃出去。晚，我哋邊個都冇睡好。我躺喺床上，樓梯間兩個男人嘅樣，兇神惡煞嘅鬧聲喺腦海入面一片片回放，越諗越怕，怕佢哋傷害家豪，怕佢哋做出更可怕嘅事。半夜，我口渴想飲水，客廳冇開燈，只有窗外月光朦朧咁灑入嚟。我剛行到客廳，就見到一個瘦弱嘅身影蜷縮喺梳化上，肩膀一抽一抽，係美軍。佢喺喊。佢嘅喊聲非常壓抑，怕吵醒我，又痛苦得發唔出聲。佢將塊面埋喺膝蓋入面，縮成一團，咁無助，咁可憐。我嘅心一下子揪緊。
無論我哋有幾多隔閡，佢始終係我新抱家豪嘅老婆。佢咁痛苦，我點可以置之不理？我放輕腳步，慢慢行過去，想安慰佢。就喺呢個時候，我瞥見佢面前茶几上借住月光，散落住幾片撕碎嘅紙。我行近睇清上面嘅字：香港聯合醫院檢驗報告單。我嘅心猛地一沉。佢病咗？係重病咩？所以先性情大變。我正想開口，美君似受驚嘅兔子猛地抬頭，見到咗我。佢眼裏含住淚，塊面即刻換上戒備同冷漠。佢迅速將碎紙片弄到一起，胡亂塞入口袋，企起身擦咗擦眼淚。阿媽，你點解起身咗？佢把聲沙啞，語氣疏遠。我起身飲水。我指住廚房，遲疑咁問美君：你是不是唔舒服？我剛才見到醫院嘅單。佢身體明顯僵硬咗一下，飛快咁搖頭：冇，我冇事。你睇錯咗。佢又係呃我。我睇住佢，心入面五味雜陳。呢個家到底藏咗幾多秘密？仔欠不明債務，新抱深夜喊，撕碎醫院報告單。佢哋每個人都活喺巨大壓力同痛苦入面，卻都對我緊緊關上門。我呢個阿媽喺呢個家入面，成咗多餘嘅被排斥嘅局外人。我冇再追問，我知道再問都冇用。我默默返房，一刻我心入面嘅悲哀甚至超過咗恐懼。由日起，美君對我嘅態度急轉直下，由冷漠變到公開敵視。佢似係下定咗某種決心，開始用盡一切辦法逼我離開呢個家。我煮嘅飯，佢當面直接倒咗，話阿媽，而家講究健康飲食，你煮嘅太油太鹹，唔可以食。然後自己叫外賣，或者煮一碗清淡嘅青菜麵。我拖嘅地，佢跟喺後面再用消毒水拖一遍，皺住眉講：屋企要有 BB 咗，衛生一定要注意，唔可以有細菌。BB 咩 BB？ 我擰住咗。佢有咗？我即刻諗起晚佢撕碎嘅單，難道係？我小心翼翼咁問美君：你是不是有咗？佢睇咗我一眼，眼神複雜，冇承認都冇否認，只係冷冷咁講。所以呢個家必須絕對乾淨安靜。佢嘅說話似喺暗示咩？佢開始嫌棄我嘅一切，嫌我睇電視聲音大，嘈佢休息；嫌我同老街坊打電話傾偈，話我嘈；嫌我行路聲音重。總之，我喺呢個家入面嘅每一次呼吸，似乎都係錯。我百口莫辯，委屈得日日喊。我覺得自己似多餘嘅垃圾，被扔喺牆角，散發住令人討厭嘅氣味。家豪睇喺眼入面，都只係偶爾不痛不癢咁講一句：美君，唔好咁樣，阿媽年紀大咗。但佢從來唔敢真正為我同美君爭執。大多數時候，佢選擇躲出去，越來越遲返屋企，有時甚至徹夜唔歸。呢個家對我來講已成冰冷嘅監獄。我被新抱嘅白眼冷言折磨，被仔嘅懦弱逃避刺痛。我每日都喺倒數那一日，我有足夠勇氣，或者被逼到絕境，逃離呢度。呢一日比我預想嘅來得更快，更慘烈。家豪已經2日冇返屋企，電話都打唔通。我急得似熱鍋上嘅螞蟻。美君表面平靜，卻不停睇手機，眼裏嘅焦慮藏唔住。第3日晚，門鐘突然響咗，我以為係家豪，趕緊開門。門一打開，一股濃烈嘅酒氣撲面而來。家豪似一灘爛泥靠喺門框上，塊面蒼白，鬚根邋遢，眼布滿血絲。家豪，你死到邊度去咗？美君衝過來，對住佢大敲。家豪冇理佢，突然撲通一聲跪喺我面前。我嚇一大跳，趕緊扶佢。家豪，你做咩？快起身！佢卻死死攬住我嘅腿，嚎啕大哭。阿 Man， 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出咩事咗？快講！我急得眼淚快落嚟。佢喊得泣不成聲，斷斷續續咁講，佢之前同朋友投資呃咗，蝕咗一大筆錢，
為咗回本，佢借咗高利貸，想翻盤，結果輸得更慘。而家利滾利，已經滾到佢唔敢諗嘅天文數字。佢哋話3日入面唔還錢，就要讓我呢世後悔。佢驚恐咁睇住我，全身抖得似西子。阿媽，我唔想死，唔想殘廢，你救我！我聽得全身凍冰冰，個頭一片空白。高利貸、殘廢，呢啲淨係喺電視入面見到嘅詞，竟然發生喺我仔身上。要還幾多錢？我顫抖住問。先還20萬，就可以緩一緩。佢抬起頭，滿眼血絲睇住我，眼神似溺水嘅人抓住最後一根稻草。20萬，呢個數字似炸彈喺我個腦入面轟然炸開。我所有積蓄加埋先至30幾萬，呢20萬幾乎係我嘅全部家當，係我嘅養老錢、睇病錢、最後嘅體面錢。如果俾咗佢，我下半生就真係咩都冇咗。我嘅心喺滴血，喺掙扎，一邊係我嘅命根子仔，一邊係我下半生嘅依靠。我該點做？到底該點做？睇住仔跪喺地上，喊得似無助嘅細路，我嘅心最終都係軟咗。係我身上掉落嚟嘅肉，我點可以眼白白睇住佢死，被人打殘？錢冇咗，我仲可以活；佢出事，我活着仲有咩意思？我咬咬牙，似做出赴死嘅決定，對佢講：好，阿媽俾你，唔使怕，天塌落嚟由阿媽頂住。講完，我準備返房拎存摺。我甚至諗好，第2日一早去銀行，將所有錢攞出嚟，只要可以救仔，我咩都願意。然而，我剛轉身就被一個人影攔住，係美君。佢似冰雕企喺我面前，眼裏燃燒住我從未見過嘅憤怒火焰。唔準俾！佢幾乎從牙縫入面擠出呢3個字。我擰住，美君，你講咩？係家豪嘅命啊！命！佢冷笑，滿是絕望同嘲諷。佢有今日，就係被你呢個做阿媽的慣出嚟嘅。佢一次次做錯，你一次次用錢兜底。你以為係救佢？你係把佢往死路上推。我被敲得講唔出說話。呢筆錢你一毛都唔可以俾。佢指住跪地嘅家豪，把聲激動得尖銳，讓佢自己承擔後果，讓佢去坐監，去被打。只有痛咗，佢先至會長記性。你點可以講咁嘅說話？我氣得全身發抖。佢係你老公，你點可以咁狠心？我狠心。美君眼淚瞬間湧出，指住心口對我嘶哮：唔秀麗，你知唔知我為呢個家，為你呢個寶貝仔，幹咗幾多事？佢賭錢，輸光我哋所有積蓄。佢喺外面借錢，追債上門，係我一次次替佢擋。我有咗，懷着佢嘅 BB，我都唔敢話俾佢知，我怕佢拿 BB 當籌碼，同你要錢。佢有咗，真係有咗。呢個消息比家豪欠高利貸更讓我震驚。我呆呆睇住佢微微隆起嘅小腹，係我盼咗好多年嘅孫，但我仲冇從消息中回過神。美君接下來嘅說話，把我徹底打入地獄。佢紅住眼，指住我一字一頓咁嘶哮：呢個家就係被你呢種冇底線嘅母愛毀咗嘅，你根本唔配做阿媽。你而家俾我走出去呢個家，我再也唔想見到你。走，你俾我走。佢嘅說話似一把把淬毒尖刀，一刀刀凌遲我嘅心。我胸口悶得厲害，喘唔上氣，眼前陣陣發黑。我扶住牆想企穩，卻全身冇力。跪地嘅家豪從頭到尾一句話都冇講，佢就咁跪喺度睇住老婆用最惡毒嘅語言辱罵自己嘅阿媽。我最後睇咗一眼付出一生嘅家，睇咗一眼視若生命嘅仔，睇咗一眼曾經騰如己出嘅新抱。佢哋嘅塊面喺淚眼中模糊扭曲，我再也撐唔住，心臟傳來劇烈絞痛，眼前一黑，咩都唔知咗。等我再次醒來，人已經躺喺幾十年冇住過嘅舊屋入面，床邊坐住老街坊張姐，佢睇我醒咗，趕緊扶我起身餵水。
秀麗啊，你可算醒咗，嚇死我啦！張姐眼圈通紅，我先至諗起我暈咗，係張姐當時正好喺樓下，聽到我屋企嘈交唔放心上來，發現我暈喺門口，係佢同另一個街坊把我抬返呢度。我嘅心似被掏空，又凍又痛。我被新抱趕出門，仔從頭到尾冇為我講一句話。我喺舊屋躺咗2日，唔食唔飲，終日以淚洗面。我唔明白，我呢世到底做錯咗咩，落得眾叛親離嘅下場。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把仔拉扯大，俾佢結婚。我幫佢哋打理家務，把世家打理得井井有條。我以為我嘅付出可以換來安穩晚年，換來佢哋嘅孝順同尊重。可我換嚟咗咩？我換嚟嘅係新抱嘅辱罵驅趕，係仔嘅懦弱背叛。我嘅心徹底死咗。第3日，我覺得唔可以再咁落去。無論點樣，日子仲要過。我嘅身份證、存摺、換洗衣物仲喺仔屋企，我必須返去攞返嚟。從今以後，我就當冇呢個仔，冇呢個家。我撐住虛弱嘅身體，一步步來到仔屋企樓下。到我住咗好幾年嘅唐樓，此刻陌生又冰冷。我行到5樓，行到熟悉嘅家門口，掏出鑰匙插入鎖孔，卡彈。我擰咗一下，冇擰動。我以為冇對準，再試一次都係唔得。鑰匙可以插進去，就係擰唔動。我嘅心咯噔一下，一個可怕嘅念頭浮上腦海。我唔敢相信，顫抖住隻手，再試最後一次。事實證明，我嘅預感係對嘅。佢哋把鎖換咗，就喺我暈咗呢2日，佢哋換咗門鎖。我手裏用咗好幾年嘅鑰匙，而家成咗廢鐵。呢扇門，呢個家，用最直接、最決絕嘅方式話俾我知，我吳秀麗已經被徹底拋棄。我呆企喺門口，緊緊攢住冰冷嘅鑰匙，稜角深深割入掌心，卻一點都唔痛，因為再痛都比不上心入面嘅痛。我被自己嘅仔關喺咗屋門外，我唔知自己點樣落嘅樓，大腦一片空白，似行屍走肉喺屋村遊蕩。我行到社區長椅坐下，天色漸暗，屋村燈一盞盞亮起，家家戶戶窗戶透出溫暖燈光同飯菜香氣。我睇住啲光，覺得無比刺眼。曾幾何時，我都係萬家燈火入面嘅一員。我會記住時間，煮好一桌飯菜，等仔，等屋企人返屋企。可而家，我成咗無家可歸嘅孤魂野鬼，眼淚似斷咗線嘅豬仔，不受控制咁落下。我呢一世到底為咗咩？我似一匹老馬，勤勤懇懇拉咗一世車，把車上嘅人送到佢哋想去嘅地方。可當我老咗，拉唔動咗，佢哋連車上一個遮雨嘅角落都唔肯留俾我。佢哋嫌我佔地方，嫌我礙事，一腳把我踹下車。我打電話俾家豪，電話響咗好耐先被接起。喂，阿媽，佢把聲疲憊又愧疚。家豪，我用盡全身力氣讓把聲唔顫抖你哋，把鎖換咗。電話那頭長久沉默，然後我聽到家豪嘆氣：阿媽，唔好怪美君，佢都係壓力太大。你先喺舊屋住幾日，等過陣子，等佢氣消咗，我去接你。過陣子？我慘笑，過到幾時？等佢氣消，還是等你把我養老錢呃光？阿媽，你點可以咁講我？我點唔可以？我再也控制唔住情緒，對住電話嘶哮：陳家豪，你睇住你老婆指住我鬧我走，你一句話都唔講。你睇住我氣得心臟病發，連睇都唔睇我。而家你哋把我關喺門外，仲讓我唔好怪佢。你對得住我咩？對得住你死去嘅老豆咩？我喊得泣不成聲，把呢世所有委屈同憤怒都敲出嚟。電話那頭嘅家豪再次沉默，好耐好耐，我先聽到佢近乎哀求、無能為力嘅把聲：阿媽，對唔住，真係對唔住。然後佢掛咗電話，我握着冰冷嘅手機，坐喺長椅上，任由晚風吹乾塊面嘅淚痕。一聲對唔住，似重錘，
徹底擊碎我心入面最後一絲幻想。我明白咗，喺呢個家入面，我早已唔係被需要嘅阿媽，我只係會俾佢哋惹麻煩嘅累贅，一個可以隨時犧牲嘅棋子。也好，也好，被傷透咗，心也就死咗，心死咗就唔會再痛咗。由日起，我把自己關喺舊屋，張姐每日嚟陪我，俾我餸吃嘅，聽我哭訴，佢係我段最黑暗日子入面唯一嘅光。秀麗啊，唔好喊啦，為眾不孝仔唔值得。張姐一邊幫我擦淚一邊鬧，過橋抽板。當初要唔係你，佢哋有今日。而家翅膀硬咗，就把路冇喘咗，冇良心嘅嘢。我只係喊，一句話講唔出。你個新抱都唔係好嘢，睇住蚊文靜靜，心點咁毒，竟然把你氣暈，仲換鎖，呢係人做嘅事咩？我搖搖頭，沙啞咁講：張姐，唔好講啦，都過去咗，過去唔到。張姐熱心又直爽，呢種事唔可以就算咗。層樓當初買你都出咗大半錢加碼，雖然名冚係家豪嘅，但你都有份。佢哋唔可以咁把你趕出去。我哋找街坊福利會，找調解委員會，同佢哋講道理去。我冇力氣，亦都唔想爭咗，心都死咗，爭呢啲仲有咩用？樓、錢財，生唔帶來，死唔帶去。我只係冇估到，我一世最看重嘅親情，竟然彼此重薄。幾日，我似活喺黑色簡房入面。日頭，我呆呆坐住望住窗外；夜晚，我徹夜難眠，一片片回想自己嘅一生，想找出到底邊度錯咗。係我愛得太多，付出太過。如果我自私啲，狠心啲，今日會不會唔係呢個結局？可人生冇如果。就喺我以為人生會喺悔恨痛苦中慢慢腐爛時，張姐一個慌亂嘅電話，再次顛覆咗我嘅世界。日下晝，我正昏昏欲睡，電話刺耳咁響起，係張姐。喂，張姐，我虛弱咁接起。秀麗，秀麗，快過來，出大事啦！張姐把聲滿是恐慌同喘息。我買餸路過你仔棟樓，見到一群人拿棍仔砸門，我個頭嗡一聲，睡意全無。佢哋仲喺門上潑紅漆，寫住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太嚇人啦！你快去睇下，唔好讓新抱同孫出事。孫呢兩個字似閃電擊中我先至諗起美軍有咗我嘅孫喺佢肚入面，一刻被趕出門嘅所有怨恨，背叛嘅所有痛苦，全都拋到九霄雲外。我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新抱、孫，佢哋有危險。我連鞋都冇穿好，揸起鑰匙衝出去。我呢世從未跑過咁快，心臟狂跳，幾乎炸開。我一邊跑一邊喺心入面祈禱，一定要冇事，一定要冇事。當我氣喘吁吁趕到熟悉嘅唐樓，遠遠見到5樓樓梯間圍滿咗人，指指點點，議論紛紛。我擠過人群，刺鼻嘅油漆味撲面而來。我見到線，我每日進出嘅門，線而家把我拒之門外嘅門，只係早已唔係我記憶中嘅樣。心中飾木門被鮮紅油漆徹底塗花，上面用白色歪歪扭扭寫住幾個大字：陳家豪欠債還錢。旁邊畫住猙獰嘅骷髏。原本金色嘅門鎖被砸變形，周圍門框都滿是棍仔擊打的勒痕，成個場景似血腥嘅犯罪現場。而喺一片狼藉中，企住一個瘦弱嘅身影，係美軍。佢拿着抹布，一片又一片徒勞咁擦門上嘅紅漆，可漆已經乾咗，點樣擦都擦唔掉。佢嘅動作機械麻木，似冇靈魂嘅木偶。佢嘅塊面比上次見更蒼白，嘴唇乾裂，眼窩拗陷，黑眼圈濃得似2道墨痕。佢着住寬鬆孕婦裙，小腹已經明顯隆起。風吹過樓梯間，掀起佢嘅裙擺，佢似一片隨時會被吹走嘅枯葉。我呆呆睇住佢，心似被無形嘅手緊緊攢住。就喺幾日前，就係呢個女人用最惡毒嘅語言辱罵我，把我趕出門。
我恨佢，怨佢，以為呢世都不會原諒佢。可當我見到佢咁樣，見到佢孤身一人，懷着我嘅孫，面對呢個破碎不堪嘅家，我心入面所有仇恨同怨恨瞬間消失，取而代之嘅係無盡心疼。我一步步慢慢走向佢，佢似乎冇注意到我，仍麻木咁插門。美君，我輕聲叫佢，把聲沙啞得陌生。佢身體一震，手裏嘅抹布掉喺地上。佢慢慢轉身，見到咗我。四目相對嘅瞬間，時間仿佛靜止。佢眼裏閃過驚慌同錯愕，然後佢用來偽裝自己嘅堅硬冰冷外殼瞬間破碎。佢嘴唇顫抖，想講咩，卻一個字都講唔出。眼淚毫無預兆咁從空洞嘅眼睛裏滾落，一滴又一滴。突然，佢雙腿一軟，攤喺地上。然後，似失散多年，終於找到親人嘅細路，佢爬過來，緊緊攬住我嘅腿，放聲大哭：阿 Man， 阿 Man， 對唔住，對唔住。佢嘅喊聲撕心裂肺，充滿無盡嘅悔恨、恐懼同委屈。佢把塊面埋喺我嘅褲腿入面，全身顫抖抽泣，仿佛要把呢世嘅眼淚都哭乾。我硬僵僵咁企喺度，由得佢攬住我，由得佢嘅眼淚濕晒我條褲腳，我自己嘅眼淚亦都忍唔住哇哇咁流出來。我蹲低身，震下下咁摸佢凍冰冰嘅頭髮。佢抬頭，塊面滿是淚痕，成個樣都係絕望。佢好似捉緊救命稻草咁捉實我隻手，斷斷續續將成件事都話咗俾我知。原來家豪賭錢賭咗好耐，由同朋友玩下小牌開始，被人帶咗去地下賭場，愈陷愈深，輸晒所有積蓄，仲欠咗好幾間網貸。為咗還錢，佢開始呃我，攞咗我5萬蚊，但係對佢挖嘅坑來講，根本係杯水車薪。後來走投無路，佢借咗高利貸，班人根本係魔鬼，利疊利，幾個月時間，債務由幾十萬滾到上百萬。美君早就察覺到唔對路，但家豪一直隱瞞，直到網貸公司打電話去佢公司追數，佢喊鬧，甚至話要離婚，但家豪跪低求佢，保證係最後一次。佢心一軟，攞出自己所有積蓄幫佢還咗一部分，但係個坑就好似無底洞，永遠都填唔滿。後來佢發現自己有咗 BB 嘅到來令佢又開心又驚。佢想俾 BB 一個完整嘅家，唔想 BB 一出世就冇老豆，所以佢選擇隱瞞，自己一個人承受晒所有嘢。佢變得好易嬲，好多心。佢恨家豪唔長進，更怕我呢個寵壞仔嘅阿媽成為佢嘅提款機，徹底搞垮呢個家。所以佢開始疏遠我，警告我，直到收數佬上門，佢先知道件事已經到咗最危險嘅地步。佢怕班人傷害我，更怕我呢個阿媽攞出一生積蓄去填個無底洞。佢想直接話俾我知真相，但又唔敢。佢怕我頂唔順打擊，更怕我真係會咁做。進退兩難之下，佢選擇咗最蠢、最殘忍嘅方法。佢決定逼我走。佢故意搞出矛盾，故意激我，甚至講出啲最惡毒、最傷人心嘅說話。日同我嘈交，叫我走嘅每一個字，先係象把刀咁結喺佢自己心入面。佢了解我嘅性格，知道我頂唔順呢種委屈，一定會走。佢換鎖唔係為咗拋棄我，而係為咗保護我。佢想用呢種方式將我徹底、安全咁隔離開呢場風暴。佢想自己一個人面對班魔鬼咁嘅收數佬，面對呢個碎咗嘅家。阿 Man， 我唔係人。對唔住，佢喊到幾乎暈低。將你趕走之後，我每一晚都發噩夢，夢見你一個人喺元朗嘅老屋入面喊。我知我錯咗，但我冇辦法，我真係冇辦法。我怕佢哋傷害你，怕家豪呃晒你最後一分錢，我只能咁做。聽住佢嘅哭聲，我火心好似被撕開咁，痛到頂唔順。我個傻新抱，世上最傻嘅新抱，佢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咗幾多痛苦同恐懼。佢本身都係個需要人保護嘅細路女，卻要似個戰士咁，自己一個人面對呢場血腥風暴。
而我呢個一無所知嘅家婆，一直以為佢狠心惡毒，一直怨佢憎佢。我伸手攬實佢，攬住我呢個可憐傻到令人心痛嘅新抱。我抹去佢嘅眼淚，亦都抹去自己嘅。我望住佢對眼，用盡全身力氣講出我一世人最堅定嘅說話：傻女，天跌下來，有阿媽喺，唔好喊啦，先將 BB 生落來。一刻，我再唔係被拋棄，喊到收唔到聲嘅受害者。我知道，由而家開始，我必須成為呢個家嘅頂梁柱。我要為新抱，為未出世嘅孫仔撐起呢片塌咗嘅天。我扶美君從凍冰冰嘅地上企起身，帶佢返我元朗嘅老屋。個曾經對我來講好似監獄嘅地方，而家變成咗我哋唯一嘅避難所。我再冇返過間沾滿油漆同暴力嘅屋企，佢已經唔係家，係食人嘅地獄。間喺九龍城嘅單位，承載咗我哋所有嘅傷心。我攞出我剩低嘅全部嘅積蓄，原本打算用來救仔嘅存摺，而家我要用來救新抱同我嘅孫仔。我冇去填家豪嘅無底洞。我知道美君講得對，用錢填賭債只會令佢愈陷愈深。我帶住美君靜靜雞離開原來嘅屋苑，喺沙田租咗一間安靜又安全嘅細單位。用筆錢，我幫佢請咗最好嘅陪月，買咗最好嘅營養品。我要令佢同肚入面嘅 BB 平平安安。安頓好之後，我做嘅第一件事就係聯絡專門幫賭徒家庭嘅公益組織。喺佢哋嘅指導下，我報咗警。我知道呢樣好可能令家豪坐監，但長痛不如短痛。只有等佢接受法律制裁，徹底切斷同班魔鬼嘅聯繫，佢先有機會真正重新做人。做出呢個決定嘅晚，我成晚冇瞓。我恨仔唔長進，但心入面依然痛佢。但我知道真正嘅愛唔係冇底線縱容，而係喺懸崖邊嘅果斷。1年之後，美君生咗個健康嘅肥仔，我個孫仔。細路哥嘅眉眼同家豪細個嗰陣一模一樣。攬住佢細細粒軟乎乎嘅身體，我碎成千百片嘅心一點點被治癒。家豪因為賭博詐騙被判刑，我帶住美君同孫仔去探過佢一次。隔住厚厚的玻璃，佢望住我哋，喊到失控。佢不停話對唔住，對美君，亦都對我。望住佢剃咗光頭，着住囚服，我冇恨，只有無盡嘅嘆息。我對佢講出最後想講嘅說話：家豪，喺入面好好改造，唔係為我，亦都唔係為美君，係為你個仔。佢需要一個堂堂正正嘅老豆。佢點點頭，喊到淚流滿面。而家我同美君、孫仔一齊生活，我哋婆媳之間再冇任何隔閡。我哋似真正嘅母女，互相扶持，互相溫暖。我再冇返過個傷心地。間沙田嘅單位已經被銀行查封拍賣，抵償家豪一部分債務。有時張姐會過嚟探我哋，見到我同美君親親密密，佢總係感嘆：真係估唔到你哋婆媳可以相處得咁好。我笑住同佢講：係啊，有時家會傷人，但家人始終都要互相依靠。只不過下一次我哋都要學識用真心去愛，而唔係用誤會去傷害。係嘅，如果美君早啲話俾我知真相，如果我多啲信任，少啲自以為是，我哋就唔使行咗段最黑暗、最痛苦嘅彎路。如果家豪第一次犯錯嘅時候，我哋用理智去面對，而唔係用錢去掩蓋，就唔會有後來嘅深淵。可惜人生冇如果，我用咗大半世嘅積蓄，用一顆碎成千百片嘅心，先學識呢個道理。我講自己嘅故事，唔係為咗博同情，亦都唔係為咗指責邊個。我只想話俾天下所有同我一樣嘅父母聽，愛要有邊界，善良要有鋒芒。有時你嘅心軟，你嘅無底線付出，可能唔係蜜糖，而係毒藥，會搞垮個仔，亦都搞垮自己。而對啲似美君咁，自己一個人承受住巨大壓力嘅後生仔女，我亦都想講，永遠唔好選擇自己一個人頂住。家嘅意義唔係你成功嘅時候為你喝彩，而係你有困難嘅時候為你撐傘。學識求助唔係軟弱，係智慧。
因為有時你以為嘅保護，喺對方眼中卻是最深嘅傷害。唔好等到家散咗，先識得親情珍貴；唔好等到心碎咗，先學識點樣去愛。用智慧去愛，比起單純去愛，更加係人生重要嘅一課。如果今日呢個故事，哪怕只有一句說話觸動到你，或者對你同身邊朋友有啲啟發，麻煩你俾個讚，亦都分享俾身邊可能需要呢份提醒同力量嘅親友。記得訂閱我哋講天講地講半生，同埋撻埋隔籬嘅小鈴鐺，咁樣就唔會錯過我哋未來每一個用心講述、充滿智慧同溫度嘅真實人生故事。多謝你嘅收聽同支持，我哋下期再見。